开始串流，我开一个我 email。copy URL， 线顶文本。YouTube 拼 link。我这无设做，无先甲恁设做主持人吼，歹势。好，来，爸比过来，若有新朋友，再麻烦你按来一下，按来一下听有无？日语啦吼。按来是对日语来，即个。台语内底受到日语影响的事足多吼。我细汉时阵做囡仔耍的时阵，阮是种囡仔耍吼，阮拢叫做 kida。我毋知捌讲过吼 ，kida， 就是分做两队吼，囡仔，阮较早伫村骹囡仔拢规定的吼，至少5、6个，扣嘛10个嘛有可能有吼，分做两队，啊一人顾一。譬如讲，顾一支电火条，啊，另外一队顾另外一支电火条，安尼，啊，你袂当互对方迄个人来摸着你的电火条，安尼就叫 kida，kida 就是对方来攻占，毋是这个神六啦，歹势，这个神六吼，这个囡仔算叫做神六，啊，伊若去摸着你的迄个电火条时，叫做伊就爱喊一声 kida， 阮自细安尼耍的。我从来毋知影神六啥物意思，我嘛毋知影 kida 啥物，我就知影讲这就是你耍的时阵所用的词安尼。后来我才学日语，迄间我用到40、50岁的代志啊。我咧学日文的时阵，我学着神六才知影，神六是占领的意思，吼，占领。神六占领，所以阮去占领你的即个电火条啊，吼，电报条，阮去占领你的电报条的意思。啊，我 kida 是我到位的意思安尼。我咧摸着迄个电火条是到位。迄拢日语来，我拢40、50岁都知影。啊，所以就是一个社会，就是安尼啊，语言受到无外来语言的影响吼。尤其是即个外来语言本身伫咧政治上占有迄个较 powerful 迄个位置的时阵，所以台语受到华语影响，这是绝对无法度避免的代志，而且迄影响会一直足深的吼，一直到即文死了，无一定死了啦，就是讲即文消失了后，才有法度解脱去，啊无吼，啊，当我即马讲的意思，就是讲以后台语伫咧台湾社会上会占有迄个较悬迄个权力的位置啦，啊，目前想起来是无啦吼。这路途佫足远的啊，但是继续行落吼。因为我看了足侪少年，其实因有自觉着吼，无一定是少年诶，也是譬如讲比我较减几岁仔，伊有自觉着讲啊，原来我无好啊，甲台语学起来，或者是甲传承，莫讲传承，我无甲好啊，甲台语接收落来，其实是毋对啦，都是对伊诶老爸老母接收落来是毋对安尼。或者这以后再有机会再讲。咱好，咱转来读出诗线吼。我拄则是忽然间感想啦，一寡感触。咱今仔要读第18页吼。来，麻烦Sunny拢甲恁 make a moderator。楼骹若有恁家己的朋友，则欢迎恁甲揪起来吼。顶回读到倒呢，我拄则本来要看哦。我相信
忽然顶头生，咱对遮我看嘛，顶回读到对。我先来甲读一遍吼，啊，咱等下再来读吼。忽然顶头生第6章忽然顶头生。1897年2月15日，拄着离清水溪边里外路有一所在叫做牧羊庄，因为有草埔步姜真济吼，挺好饲羊。庄外有一间庙，逐年2月15就做闹热。搁继续看吼。讲起大川是原来是牧羊庄圣诞人的囝，细汉的时，互净水溪边顶秋英师分去做养子。即摆圣诞的亲人即摆圣诞的亲人也故叫来跟志勤去要看闹热。厝边有一个善乡老婆仔，叫做义姆啊，伊也去因亲人兜，应该是读到遮吧？我看会对。迄日是礼拜日，义姆就招志勤讲：“咱来去礼拜堂。我甲你斗爱囡仔，吼，是安尼写。好，应该是顶回可能是一段应该要读。好啦，安尼头前即2段，咱先来练习一下来读一下吼。因为顶回敢若无读吼，是无？芭比是毋是？对啊。好来。对啊，因为顶回写是无声。无哦，对啦，我想起来啊，因为无声的关系啦吼。好，来安尼来开始吼。忽然顶头生对遮开始来，芭比你头一个。忽然顶头生。啊，你有法度读会对这无？我看嘛，1897年2月15日，拄着离清水溪边里外路，到遮我度。会使。1897年2月15日，拄着离清水离清，毋是清，啥？毋是清咯，毋是清，是静，安静的静。嘿嘿。清水溪边对无？溪边。是。里外路。嘿，里外路。嘿。好来，马文。忽然顶头生，1897年2月15日，拄着离净水溪边里外路。真好，爱像马文安尼吼，一字一字看看来，逐逐念袂晓紧。我拄则歹势做了歹的即个模样啦，因为我读伤紧，逐逐来无赶无急。其实咱知影，咱进度少慢的，所以逐逐读吼。来。Sunny，Sunny 无一定方便啊，可能无方便。忽然顶头生，1897年2月到2月15日，拄着离净水，离清水，毋是清水，净水，安静的静，净水。离净水，溪边里外路。好，来继续，真好啊！有一所在叫做牧羊庄，读较侪，因为有草埔步姜真济，挺好饲羊。来，芭比。有一所在叫做牧羊庄，
因为有草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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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讲草包，包，这是什么意思？包姜是一种姜毋是姜母吼，姜是枪吼，一种小动物叫做枪吼。宝姜，是枪哦。嘿，请理解。好，宝姜真济挺好饲羊。嘿，来马文。我先讲者，迄个宝姜是伊讲。清华教授有注解讲是一种食物的名称，或者啥马鞭草科。哦，安尼哦。伊讲 wild， 嘿 ，wild V-I-T-E-X， 我毋知是啥，可能是野生啊是安那？伊的英文是讲 wild，W-I-L-D 是野生的嘛。V-I-T-E-X 可能就是即种食物的一个英文名嘛。啊伊后壁是饲羊啊，吼，所以。迄应该就是食物啦，毋是动物。当然，姜即个字音原来嘛有动物的一种嘛，啊，毋过直接因为是饲羊啊，所以应该是食物啦。感谢马文，甲咱即个纠正吼。稍等咧，不要紧，无急。来，我来查一下即个宝姜，对啦，你讲这个 V-I-T-E-S 吼。对 ，V-I-T-E-X。X 哦 ，TX， 等下哈，看嘛，我即马等你查吼，有兴趣你再看我迄个 YouTube 的直播 ，VITX， 哦，这相片看起来青面色，稍等下我看中文的名个啥。无经俗，台湾有一种物件，无经，我看即个英文版的即个相片，感觉足面色的，但是毋知影这是啥物件。我看。清华教授甲即两字写的汉字是迄个写。新埔迄个埔，北埔迄个埔嘛，吼。啊，腔主也迄个腔。清华教授第一即个汉罗版伊宝姜伊保留罗马字，保留白话字，毋过伊注解时阵就改写，改加一个汉字是新埔北埔迄个埔，啊，腔主也迄个腔安尼，伊就讲这个宝姜食物名咧。中药。宝姜，好，我查一下宝姜。POU 宝姜，我看见有3字汉字啦吼，一个是腔主啊腔字，一个是。拄则讲迄动物姜，另外一种对咱即熟就识的姜母啊姜吼。宝姜有呢，但是看这相片，我还是阁看袂出是啥物件。好，我足熟的啦，因为这我感觉足面熟的，就是我应该伫台湾捌定来看着。好。好来，咱转来小说家吼。我嘛迄当阵感觉这规则动物吼实在是读起来无通啦吼。但是佫无想着讲佫有另外即个腔主啊腔字，这应该是较早姜母的相款的写法啦吼。读个对。好来，因为有草包宝姜真济吼。应该是草包顶头一种食物啦，无可能是动物啦。宝姜真侪挺好饲羊嘛，吼，安尼对。感谢马文吼，咱继续读落吼。庄外有一间庙，当年2月15就做老热来，芭比。
庄外有一间庙，逐年2月15就做老热。马文，庄外有一间庙，逐年2月15就做老热。来三年，庄外有一间庙，逐年2月15就做老热。楼骹金和兄，你若有兴趣读读起来吼，我有甲你扭，就是不要紧，你若歹势不要紧吼，听阮念吼，啊看一下 YouTube 的有迄个原文吼，这是台湾文啦吼，白话字啦，讲起来是白话字啦吼。好来，这三个册仔了后，咱阁继续读落吼。讲起大川氏，原来是穆永贞姓陈人的囝。好，到遮，芭比。讲起大川氏，原来是穆永贞姓，啊，本来爱变调啦吼，姓陈哈。穆永贞姓陈人的囝。嘿，来马文。讲起大川氏，原来是穆永贞姓陈人的囝。来三年。讲起大川氏，原来是穆永贞姓陈人的囝。伊是写大川诗，伊是写甲大川写完，就是诗写一轻声啦吼，因两个联合符啊吼。所以我是甲读做轻声，啊，但是你照你读不要紧吼，就是大川诗嘛是会使吼。好来，咱继续读落。细汉的时，互静水溪边，丁秋英氏吼，我搁甲读轻声。我搁来吼，细汉的时，互静水溪边，丁秋英氏分去做养子。来，芭比。细汉的时，静水溪边，丁水英氏，丁秋英氏分去做养子。丁秋英当然汉字我毋知影是啥物，但是你若要较会记吼，因为咱对汉字迄个印象会较深吼。丁当然就是一般迄个两位的一横一徛即个丁字吼。秋你就会当想做是秋天的秋，当然秋可能有别个音啦吼，别个字啦。丁秋英一般你字名字内底看到秋，可能是秋天的秋较侪啦吼。英就是可能英雄的英吼，丁秋英吼，你着安尼理解，就较读会出来吼。好来，马文，着你。细汉的时，互静水溪边，丁秋英氏分去做养子。这是啊，歹势，你讲啊。马文，你拄则讲啥？我无听着。歹势，我敢无开麦。丁秋英，伊是第7条嘛，是毋是？我看着拢是第1条啊，敢若丁是丁啦，歹是丁啦吼。丁是第7条。丁第7条，我看毋对吼。丁是第7条，所以第7条的丁是对一个丁啊？丁小平的丁啊。
迄个丁哦，对，丁小平是，哦，丁秋英啦，后摆我读毋对啦吼，丁秋英是，因为我伫想讲这是迄个一横一徛迄个丁，所以我就读做丁秋英，应该是丁秋英是吼，所以你看我甲迄个汉字正伫读较来的，我伫咧音就已经读毋对去啊，丁秋英是吼，好来Sunny。对细汉的时，细汉的时，互静水溪边，定秋英诗。定秋英爱变调，定秋英诗。你若要读变，你若要读轻写就定秋英诗，啊，若无爱轻写就定秋英诗，安尼，看你要读对种。定秋英诗，分去做永主。虽然讲我讲拢会使，但是其实你会晓读轻声哦，爱讲定秋英诗吼。一般因为咱足惯是什么时会讲轻声。单是、午是、老是，就是姓单的、姓吴的、姓老的。啊，一般拢安尼讲，是后壁是轻声吼。什么是吼，袂讲老是、午是、但是安尼吼。一般是袂安尼讲。啊，所以为虾米讲你一定爱会晓安尼讲？就是既然伊写两个连字符，你爱惯势安尼读，无你会袂惯势讲吼。丁秋英是啊，好来，咱继续读落吼。楼骹阁有新朋友，你若有兴趣读，我甲你留吼，甲含阮斗阵来读吼，啊看 YouTube。过来继续，即摆姓陈的亲人也故叫来跟志勤去要看老热。较长一句啦吼，爸比你我倒。好，对，即摆姓陈的，不要他。亲人。即摆姓陈的亲人，也故叫来跟志勤去要看老热。好来，马文。即摆姓陈的亲人也故叫来跟志勤去要看老热。来，Sunny。即摆姓陈的亲人也故叫来跟志勤去要看老热。好，来，厝边有一个善乡老婆仔，叫做二五嘛。好，到这，芭比。对。跑走。大姐。厝边有一个善乡老婆仔，叫做二五嘛。对，来马文。来马文着你。马文可能有代志。厝边有一个善乡老婆仔，叫做二五嘛。来，Sunny。厝边有一个善乡老婆仔，叫做二五嘛。伊也去因亲人兜，芭比。好，伊也去因亲人兜。伊也去因亲人兜。Sunny。
伊也去因亲人兜。嘿，即个因是都是因啊，到底是语音嘛因呢，还是可能是台川是因啦，吼，因的亲人啦，吼，因安尼较解释会通啦，就是语音嘛原来去即个台川是因的亲人即只吼，啊，所以两个相拄嘛，语音嘛甲即个志勤就相拄着。来，咱继续看咧吼，一字一字学吼。迄日是礼拜日，迄日是礼拜日，应该逐字拢会晓啦吼。25就招志勤讲，25就招志勤吼，这应该是意思就足完整。讲，这是25讲的啦吼，该招搁甲讲啥？讲等下吼，这应该逐字拢会晓吧？就招吼，这个招即嘛伫华语，伫台湾的华语内底，大家足流行，咱就直接讲招吼，啊无甲烧招吼，迄个招哩，但是华语就直接招，啊招就是写迄个写迄个形声字吼，用华语的发音的形声字吼去招吼，这是足歹习惯的吼，其实足歹习惯，我是足反对安尼。啊，无法度，大家就敢若会晓讲华语嘛，所以你就惯死个，就用华语的形声字去形即个台语的声。形台语的音啊，招是其中一种什么吐槽啊，就是已经拢传到是规个即个华语全世界华语人拢会晓吐槽吼，但是音拢走去啊吼。OK， 25就招志勤讲，即个招字咱来学一下吼。先对监字典开始学起。为什么你拍袂出来 ？CHIO 就是招吼。我足久无教各位安怎拼音啊，当做家己拢会晓，写条嘛无教。咱已经第37礼拜，我都频段搁教一下吼。招吼，就是即个招。你若真正要汉字要写，就是写即个招才对吼。这才是台语汉字的正确用法嘛，你袂当黑白来嘛，对无？大家讲啊，恁台语无字，啊有字你嘛无爱写啊，对无？我有时啊就无爱吐槽即寡有诶，即寡无毋捌你个兼无卫生诶吼。好，来招吼，为虾米呢？为虾米讲即个是读招？招好是安尼读吼，招好吼，招好嘛吼。招义民就是招义民就是要啦。征调义民来战争就对了吼，招义民，招竞赛吼，这是招翁招竞赛，这是咱婚姻制度一种做法啦吼，毋是干那咱啊，我知影伫日本嘛是安尼吼，我相信伫东亚就用即种，因为迄种嫁娶观念，就有即种招道即种观念嘛吼。嫁娶有来有你入来阮兜，还是我去恁兜即种观念的时阵，就有即种招甲无招嘛吼，毋是招甲无招，招甲即个娶的即种观念嘛吼。但是譬如讲伫西洋，因结婚的意思，结婚的制度是讲，恁两个人离开父母去组一个家庭，所以无迄个招无招的即种概念伫内底吼。好。招竞赛嘛是即个招吼，招集召集嘛吼，招集插招插招，歹势是插招是啥物意思？等下有机会来再来查一下吼，这就是招吼。咱来看一个啊，大哩大词典即个招字的用 CHIO 吼，有啥物词？我敢若查古字尔啦，古字就是拄则无籍吼，拄则讲招义民就是无籍义民嘛吼。我一时啊是毋知要用啥物词来讲吼。即只是讲招兵吼，招兵卖马啦，招兵卖马吼。第三是招判吼，伊来招我吼，我都读轻声，伊来招我啦吼。
啊，招伊斗阵去，都即拢是迄个招判吼。第四就是拄则讲，迄婚姻制度内底一种做法，查甫入查某人诶家门诶结婚，即种做法叫做招吼。招囝婿，拄则是讲招翁吼，还是招啥都袂记。即嘛招囝婿吼，互人招就是互人招去做囝婿吼。哎哟！哦，今日学一项啊，从来毋知。原来拄则迄个插招，插招就是插招啦，歹势，插招就是死刑犯骹只片所插记在罪状的迄块牌啊，叫做插招吼。哦，插招学起来吼，插招。当然，即嘛无迄种插招，但是插招会当摕来做引申的使用吼。就是你即嘛你咧写文章的时阵，你会当引申伊的意思来使用讲插招，比如讲，我意思是讲引申即个意义啦，吼，迄个写罪状的牌啊，插招嘛，就是插招嘛，吼，所以你就会当摕来用。安怎用？我即嘛一时仔想袂起来啦。你较巧的人，你就知影吼。你咧写文章的时阵，你咧描写一段过程中诶。而且是一段故事内底，你当用插招即种去使用吼。好，插招，咱当然小说家吼，足简单的一字啦吼，招啦吼。啊，上看我拄则我重申一遍吼，莫用华语的形式你去写台语吼，足恶劣的习惯吼，迄表示你根本完全无想要讲台语，你敢若想要继续你。停留伫华语的迄种发音的方式吼，甚至意义你也无想要深入去了解，像拄则即个招字迄个意义安尼去了解吼，你就干若招听迄个音就甲摕来用吼。音就招至勤讲吼，你即嘛摕直接摕来用，你即嘛伫咧华语世界全世界伫西那迄边。或者是讲不管伫倒位吼，写吐槽这两个汉字去发音的迄寡人，你真正甲问伊就所理解就是迄种伊伫学着即个词的迄个脉络当中所学着，当然是无走正去啦，咱知影是无走正去吼。好，但是迄毋是一种好的方法啦吼。言就招至勤讲。来，继续讲啥物呢？芭比目前敢有啥物问题？若无咱继续咯吼。咱继续。好，咱来去礼拜堂，甲招啥物？招讲就去礼拜堂啦吼。咱来去礼拜堂，啊，你若要照即个伊的写法的变调吼，是咱来去。礼拜堂吼，来甲去拢爱变调嘛吼，咱来去变礼拜堂，但是咱尤其是我伫台湾，咱惯势的发音的方式，其实会甲同时读原调、原声调，后壁迄个去会读轻声，足惯势的拢是安尼读吼，咱来去吼，咱来去无啦，伫遮是拢会变吼，咱来去礼拜堂。有，嘛是有轻声，咱来去礼拜堂。当我安尼读时，其实去是变读轻声，咱来去，吼，来去礼拜堂。好，礼拜堂应该免啥物规则嘛，就是做礼拜的一个建筑物，叫做礼拜堂啊。当然，即嘛大家讲教堂吼，就是礼拜堂。礼拜啦，惯势讲礼拜一、礼拜二，你拢袂记讲，其实礼拜这两字是宗教意义的迄种动作吼。礼拜，好来继续，我甲你斗爱囡仔吼，伊写囡仔，所以我变调变囡仔吼。我甲你斗爱囡仔吼。我感觉即个囡仔即种讲法应该是地方腔口的关系，腔口差所造成的吼。囡仔，你即马较接听到迄个主流的讲法是囡仔吼。
清者若后，而且我摕只水啊，哦，有遮已经有啊，看一下时间。好，我甲你斗爱银仔吼。好啦，我查一下即个银仔是毋是有像较差的即种？先查应该银仔较早会对啦吼。第二声，来个变调，来个定拍。银仔，哎呦，竟然无。大理大书店我是拍囡仔，竟然无 GIN 嘛无，啊，咁真正就是第二声。嘛无，第七声咧？我是倒位拍毋对？GIN 第二声，对，这是大理大书店啊，无毋对啦。我对监理店开始查起 GIN 第一声，无第二声，哦，第二声有吼，紧。第二声对吧？迄是毋是变调这听起来是？是阿情变调的关系，因为阿情变调，我到即嘛佫分袂清楚，所以阮拢讲囡仔。对啊，是对囡仔这应该是变调过啊啦。第二声变第一声哦，即种变调足奇怪。哦，奇怪吗？哦，安尼。就算是阿情变调嘛，袂安尼变啊，嘛有你感觉咧。我叫是拢是这个规律啊。阿人变调，敢若是背一个口诀1、2、3、4啊，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拢变第一条啊。拢全变第一条。全变第一条。哦，是安尼哦。就是1、2、3、4，就是记1、2、3、4嘛，就第二、第三、第四这三个拢变第一条，或者1、2、3、4，啊，剩的就是变第7条。哦，安尼 ，OK， 好，歹势，我今仔日才学着吼。我今日才会晓，我真正阿情变调我拢分袂清楚。我想阿情变调到底规则是安怎变法，我也无捌去查过吼。哦，所以囡仔就是因为伊是第二声原调，第二调变调变第一调，所以一般读做囡仔。所以我嘛爱读囡仔啦，袂当读迄个，袂当读囡仔吼。囡仔吼，哦，囡仔啊，但是为虾米我拄则伫大理大书店查即个 GIN 第二声竟然无？啊，为虾米？这是虾米代志？对啊，即个书无可能无的代志啊，这哪有可能无呢？对啊。真诶。我看嘛汉字。但是遮个哦，按遮。汉字用汉字查就有啊啦，怪奇。好，来，歹势吼，我嘛毋知影为虾米。来，大理大书店呢用汉字去查，就有啊，就有即个囡吼，囡仔，伊嘛是第二声吼，囡仔哦，所以以后我爱写对吼 ，GIN 第二声吼，囡仔就 child 嘛，就我无啥物好解释吼。咱来学一下其他的词啦吼，哇，足侪2页吼，来真紧来看一下吼。先看一下囡仔吼的例句吼，囡仔去大人的吼，囡仔冤家引起大人的灾厄吼，囡仔去大人的吼，这我细汉的时阵吼，定定会经历着啦吼，因为住咧庄骹吼，啊人多啊，即个逐个
迄囡仔，我拄则讲出去佚，阮逐个小少出来佚佗的时阵，可能就五个、6个、8、9个、10个拢有吼，10外个嘛是有吼。其实拢无共家的囡仔嘛。去完家，结果有些大人煞引起大人的知，当然是袂啦，一般是袂啦吼。囡仔起大人的，就是即个意思吼。我今仔日才学着啦。过来是囡仔食红鲟爱讲，什么意思？引用讲甲讲讲话讲共音来做，嘛爱插秧仔树的人哦。囡仔食红鲟爱讲爱讲话就对啦吼。当然伊本来是爱讲爱囡仔食红鲟爱食迄个骹讲，伊本来是意思是安尼啦。爱食骹讲的爱讲话吼，这就是即嘛华语讲的谐音梗吼，这台语足多吼。好，过来是囡仔食田螺吼，食田螺啦吼，食田螺，引用囡仔竖田螺吼，叽叽啾啾的声来指两个人的冤家袂和啦吼，叫做囡仔食田螺。踮嘛叽叽啾啾，踮嘛两个人踮嘛叽叽啾啾，踮嘛咧冤吼。这我毋捌听过咧，囡仔食田螺。过来是囡仔欢欢吼，囡仔欢欢，这无啥物啦，就是讲囡仔较无听大人的话啦吼。好来，过来一寡词咱来真紧来甲看一遍吼，我看时间。囡仔栽，囡仔栽轻视的意思，细汉囡仔囝吼，叫做囡仔栽。栽就是咱平常时咧种物件、种食物的时阵，细长的物件、细长的食物叫做栽。囡仔栽就是看你无啊，讲一汉仔囝那一丛迄个细长栽尔吼，囡仔栽。当然，我感觉即种讲法，原来可能看情形，看你讲话迄个袂落啦。你真正对一个囡仔讲，你迄囡仔栽对，毋通即甲讲甲遮大力。迄当然嘛是，迄就是囡仔栽，迄就直接你讲迄个囡仔栽嘛，无轻视的意思啦。但是你讲一个大人讲敢若囡仔栽吼，迄就有啊啦吼。好，囡仔车吼，囡仔坐的车，就是迄种，伊是写保姆车啦，这保姆应该是华语嘛。无台语的写法，囡仔车啦，应该是问话车有无？迄种车吧，还是看伫着囡仔坐的车拢会使啦，两链的、3链的拢会使啦。随在你讲吼，你着囡仔咧坐的车吼，囡仔精吼，就是正精灵鬼怪嘛，囡仔精吼，囡仔戏吼，囡仔咧看戏啦吼。囡仔风疼，这啥物意思？毋捌听过吼。囡仔风疼是大人甘蔗，意思是无可能的代志。囡仔风疼，是毋是意思讲囡仔袂风疼？大人甘蔗，这应该大人甘蔗是毋是讲大人的病无可能是？大囡仔会风疼，来，我查一下甘蔗。因为这个词我嘛毋捌学过吼，甘蔗 ，KAMCHEK。哇！节是 CHEH 啦，歹势。哎呦，无呢。我用 Wildcard 看觅啊，青号就是 Wildcard 吼。甘嘛、甘蜜、甘无呢？伊无甘蔗咧。哦，有伫遮甘蔗伫遮吼。甘蔗啥物意思呢？是囡仔
伊讲是一种病名吼。囡仔食伤饱引起消化不良的病，叫做甘蔗。甘蔗药、甘蔗排眼吼，这是写汉字实在是歹读，因为甘蔗引起目睭变色的病吼。我看一下坏眼是到底是安怎读法啦？甘蔗，坏眼吼，坏眼吼，甘蔗坏眼。甘蔗坏眼是因为甘蔗引起目睭变色的病，好，所以甘蔗是囡仔消化不良，食饱食伤饱，消化不良，叫做甘蔗。但是即只规则讲，大人囡仔风疼，大人甘蔗，意思是无可能的代志吼。安尼看有无？囡仔袂风疼，大人袂甘蔗啦，意思是安尼啦。囡仔袂风疼，毋知是不是疼迄个痛风吼？我认为可能是啦。好啦，莫摇啦，早一下吼，风疼。HONGTHIANN 第三声，风疼就是风湿等等的疼吼，还就是身体的一种疼啦吼。痛风我认为嘛会使讲啦，因为这毋是一种病理学上的一种足正确的讲法，反正就是身体上的种风湿症啦，就是疼风吼，风疼，风叫做风疼吼。但是大人袂即种病嘛，因为这拢是囡仔无有即种病嘛吼，所以囡仔风疼，大人甘蔗拢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意思是无可能代志吼。你讲咧囡仔风疼，大人甘蔗的代志吼。好 ，OK 啊。好，囡仔医、囡仔样，即种免解释啦吼。囡仔样，囡仔的款式嘛吼。囡仔工吼，囡仔工小学徒啦吼。即摆这些囡仔工是职人吼，毋是职工啊。你讲工嘛是会使啦吼。我即摆讲工是讲迄个 task， 迄个任务吼。即只毋是吼，即只是伊的解释是囡仔职人，就是囡仔工吼，童工啦，华语叫童工啦吼，囡仔工。啊，但是有一种是指迄个 task， 比如囡仔咧做工作吼，都囡仔工吼。你即只无安尼写吼。囡仔款，囡仔的款式都叫囡仔样吼，囡仔囝吼，细汉囡仔，囡仔歌，囡仔歌，囡仔戏，差不多嘛吼，毋是差不多啦。一个讲戏，一个歌吼。囡仔鬼就则讲囡仔精吼，囡仔人吼有耳无喙吼，囡仔行就是囡仔吼。囡仔王吼，囡仔王是妖鬼大将。阮较早讲囡仔王是迄囡仔内底最王的迄个，就是歹鬼带头囡仔王吼，囡仔王。囡仔班，囡仔结棍哈结几档的囡仔班吼。囡仔屁吼。细汉囡仔吼，囡仔屁这嘛有轻视的时阵，拄则比拄则迄个囡仔栽可能佫较有轻视的意思吼。但是你若直接讲囡仔，一个囡仔是囡仔屁，当然无迄个意思啦。就是敢若讲即个人是细汉囡仔安尼尔吼，囡仔屁，毋捌世事的囡仔囝吼，幼气的吼，即拢是囡仔屁。但是你若讲一个大人囡仔屁，或者是一个已经差不多10几岁讲囡仔屁，其实就轻视的意思啊，因为伊毋是囡仔屁嘛吼。囡仔谱为着囡仔的谱度，我今仔才听过吼。囡仔屎放袂了，指大人囡仔款吼，囡仔屎放袂了。囡仔色吼，囡仔款、囡仔样拄则用迄歌词吼。囡仔头就是拄则囡仔王嘛吼。我毋知啥物叫囡仔猪吼，囡仔猪啊吼，囡仔头啊，囡仔猪哦，就是囡仔头、囡仔王、囡仔猪吼。我毋捌听人讲个囡仔猪呢。囡仔豚15、16岁做囡仔王，叫囡仔豚吼。
啊，所以这个囡仔甜甲囡仔吞应该是共意思啦，15、16岁啊，照理是要当大人啦吼，搁干嘛做囡仔王呢？我毋知你捌看过无？有时啊，你会看着啦。这毋是歹意思，我感觉有诶吼，因为伊着较爱含囡仔耍，15、16岁啊，吼，初中、高中诶，已经高中诶年岁吼，初三高中诶年岁啊。但是伊甲囡仔较亲，伊会做囡仔王，伊会去带囡仔耍安尼吼。啊，所以有一个词叫做囡仔，我今仔才学着吼，囡仔吞还是囡仔滴吼。我感觉迄无一定是歹啦吼。当然，即个囡仔吞、囡仔滴，听起来敢若无啥好意思，但是其毋是歹，我感觉有诶，就是伊较会带囡仔吼。像我，比如讲我这边来讲，我孙啊，阮小弟诶查某囝，伊就会安尼，伊就会去带囡仔。啊，其实咱大人有时啊就甘去车，伊会斗带囡仔，啊，囡仔有时就歹带，规阵仔嘛也加滚吼。啊，阮查某囝也袂，伊就足气诶，囡仔他妈嘻嘻哇哇，会当闪甲远较远安尼。当然无一定啦吼，我两个查某囝个性都无共。我注意一下时间哦，今仔日学囡仔词就学一堆吼。大人囡仔款吼，叫做囡仔着，我毋捌学过吼，今仔才学着囡仔。歹势囡仔着吼，第4声囡仔着，大人囡仔款吼，即个着字吼，咱来查一下即个着字 ，TIOH， 为虾米叫做囡仔着？即个着啥物意思？哎呀 ，H， 监字典无，监字典无，咱来大理大书店查一下吼 ，TIOH。对，啊，伊嘛无呢吼。咱来看吼，伊有即个共即个汉字啦吼，大理大书店共用即个汉字，应该是共即个。我来看吼，对，敢若牛、鱼、鱼、轻轻仔狗。你钓鱼诶时阵有无？轻轻仔钓，即叫做我嘛即间仔会晓讲钓啦，迄个动作就是钓，知无？你钓鱼时阵，迄个鱼竿。就是钓鱼竿，有伫摕伫手诶时阵，安尼轻轻仔钓，轻轻仔甲收起来，轻轻仔吼，毋是足大啦收，轻轻仔迄个动作可能无超过5公分，无超过3公分吼，钓诶吼，钓迄个，我讲5公3公分是大约我掠一个，意思你莫规个手害就对啦吼，迄个动作叫做钓诶吼，即个钓就是即个即嘛。大理大书店即个汉字“钓”迄个动词的意思吼。后壁例句是讲钓情头啊，钓情头是安怎钓我都袂晓。可能就是你手指头安尼轻轻仔钓吼。钓情头，搁来是钓指棍吼。钓指棍就是弹舌啦吼，钓指棍啊。应该是吧，我无介清楚。你若真正要搁爱查，搁查袂了，啊，得去查钓指棍。阮讲的钓指棍是因为，水质下骹有一条筋，啊，迄条筋啊，有的人伊可能若是啥物原因，念到伤头前，啊，伊讲话就袂清楚。是。啊，若开始要学话的时阵，讲话袂清楚，大人若发现讲。伊钓指筋，就要叫医生甲迄个指筋迄搭遐小剪一，互伊迄个筋退较后壁。了解。伊足久以早讲是人类两个喙齿，下骹佫有一个小舌，吼啊，所以其实可能会看会出来，反正就是迄个指筋是要帮助你迄个喙齿会使淡仔钓，啊，只是若伤头前，你迄个喙齿的长度就无够，啊，讲话就袂清楚，所以。几落年前是有当阵啊，会听到一寡囡仔当咧学话的时阵，就感觉即个囡仔的喙齿敢若去用拔掉咧，无都真自然伫嗲，因为当阵讲话的时阵，迄喙齿会淡仔嗲，毋才会发出正确的声音嘛。啊，只是有机会无机会，毋知影，反正就是听会出来。啊，当然大人若无要伊，迄嘛无法度安尼。所以钓指筋应该是咧讲一个，啊，拄则咧讲迄个囡仔屁啊，大概有一个例会使讲，就是
因欧洲有一个故事叫啥？国王的新衫嘛。啊，囡仔就讲出一句话，看出来迄个白贼的私心嘛。啊，若大人伫台湾遮，大人若要甲伊压落去，就是讲，你一个囡仔片是知影啥，就用即句话甲压落去。啊，当然这是其中一个语境尔啦。所以迄个囡仔片无一定是负面正面的。迄有当阵啊，我记的即个语境是大人要用伊的权威甲迄个囡仔压落底。你一个囡仔片是知影啥安尼？啊，所以。我想到是囡仔片会使伫即个语境内底安尼使用。以上。好，感谢马文吼。我拄则评断错吼，咱查即个调，对调即个字来查吼。我用我卡去查吼，伊就调字尾吼。拄则调字根就是讲话大字吼，就是马文甲咱解说的。我拄则敢若用药的吼，黑白药咧歹习惯啊，拢家己黑白药吼。调字根是讲话大字的意思吼，讲话大字，字根就是拄则马文解说你迄个你喙齿下对迄个念伫诶即个你即个下壳即只吼。迄个根啦，吼，迄个根啦，阮叫根啦，调字根吼，伊嘛是收调字根吼，就是讲话大字吼，所以你讲啊，即个人讲话调字根，就会使啊，吼，就是大字的意思。当然即嘛，像我就无学过，我就袂晓吼，讲话调字根，鬼要甲你调字根，意思是讲白贼会互鬼背脊吼，鬼要甲你调字根，即个调字根，佫无讲话调字根，鬼要甲你，即个调字根，佫毋是大字的意思，鬼要甲你调字根吼。所以调字根是，当然调就是拄则迄讲的迄个意思啦吼，甲小扭的迄种意思吼。譬如讲，伊直接调出来，直接讲甲拖互伊出来，甲拖出来，调出来吼。然后你轻轻甲拖啦吼，扭的调的甲调出来吼。遮搁一个词足趣味的，囡仔跋倒的时，为着小互伊安慰，甲伊的耳孔啦，甲伊耳即只呼呼咧，叫做钓鱼，钓鱼食百里吼，钓伊的鱼。钓鱼食百里，甲伊鱼呼呼咧吼，钓鱼为什么就用钓哩？我就毋知啊吼。后来转来即个囡仔钓吼，我所以即只囡仔钓我嘛无理解为什么会用钓哩啦吼。迄个囡仔的款式，大人囡仔款天真无邪，叫做囡仔钓吼。囡仔档、囡仔衣、囡仔威哦，伊个汉字写伊，但是是读做威吼，是台盘吼。囡仔威，我今仔日才学着吼，囡仔档、囡仔威。尴尬，尴尬就是囡仔，我毋知这个尴尬，毋知我毋捌听过吼。尴尬哦，干仔孙哦，这我自细汉定也听着吼，原来是安尼来吼。因为是干仔啦，就是因为你若干讲音讲干性，变成干仔吼。干仔其实就是囡仔意思吼，就是囡仔的另外一种讲法叫做干仔吼，尴尬啦吼，伊本来是尴尬。我咧摇是毋是因为即个汉字的即个音的读法吼，尴尬啊，讲迄个囡仔孙就是干仔孙吼。囝孙啦吼，就是孙啦，孙子啦吼。我自细汉伫来听来讲啊，迄恁干仔孙，恁干仔孙，就是恁孙的意思吼。干仔孙，即个词我自细汉，我伫做囡仔时阵，定听着，即足普遍，定听着干仔孙。即摆已经足侪人袂晓讲干仔孙啊。干仔孙就是就是孙子啦吼 ，the grandchild 吼，干仔孙。啊，我最近我想讲，我含搞囡仔含干仔，有啥物干仔咧把头，想讲是毋是迄？因为共音嘛，所以我一直误会是迄个，原来毋是吼，含迄个细枝干仔完全无关系。我本来想是伊个，像细枝干仔遮古锥叫干仔孙吼，毋是。当然你会当学我安尼去理解，伊记会调啦吼，干仔孙。
好，第二啊，敢有足侪，因为咱时间到啊，我已经超过啊。第二啊，敢若一个就是行字吼。为什么行字？我明明行字，我出囝嘛吼。好，安尼今仔日读到遮啦吼，读到遮，为什么我读到遮来？爱囡仔吼。我甲你斗爱囡仔吼，后礼拜咱再来解释即个爱字吼，即个动词。咱今仔日即个名词囡仔来学遮久啊吼，因为要学其他规碰做一个学起来啦吼。好。对，最后我想讲者，因为伊是写囡仔，伊写囡仔，啊，毋过即马大部分变囡仔，就是减一个 n， 啊，减一个 n 了后，就真正用啊，啊，若用啊，可能。若要照啊前变调，安尼可能拄则迄个规律 OK， 要毋过伊写是囡仔，所以即个囡仔，因为我会记诶，即个字确实有足侪迄种无共诶腔口变调，所以凡是我感觉阿宽兄凡是恁自细汉所听到迄种讲法，嘛袂使讲毋对，因为就是囡仔，因为我记即个音，我敢若细汉诶时嘛，敢若捌听。阿嬷咧讲，就敢若拄则讲，干若孙将来我嘛毋捌去想讲，迄个字要安怎写，因为对我来讲就是听含讲，啊，所以干若孙是啥？干若孙是孙的囝，啊，当然干若孙是孙的囝，即条代志是对阿祖来讲的，阿祖的遐个事势，即个是因后生，因囝，啊，即个是因孙，即个孙是因囝的囝。这是干仔孙，这个干仔孙是孙的囝，啊，所以，囝这个囝，若用英语来讲是 son 嘛 ，son 嘛，啊，囝这个音嘛，伫单头单尾，甚至进前嘛，捌敢若有朋友遐，伊的 Q 就变囝，阮囝因囝，这个囝字，啊，所以这字啊，变成目前我印象中，因教部嘛对这字有不了侪。无共的看法，啊，目前若用汉字来讲，教部是讲建议用的是安尼写法，啊，毋过在过去，歌仔册也是啥，足侪人、足侪所在、足侪无共的写法，所以变成讲即种，你讲事势吼，讲到囝，讲到孙，讲到干仔孙家，变成有不了侪种无共的讲法、念法，甚至写做字的时阵，不管是写罗马字、白话字。凡是嘛，就这种写法嘞，啊，所以转来白话字这个小说家，伊既然写囡仔，安尼我感觉就毋是照迄个啊前变调去读念迄个调。当然，你若敢若读 GIN 这个字音的时阵，凡是可能目前到目前为止，大概拢是 GIN 是第二条，这应该无啥物问题。但毋过后壁若要到啊，安尼可能就是尽量就是照啊前变调，尽量。啊，毋过，伫即个小说是后壁是倒的是 NA， 啊，若倒的 NA 的时阵，我就毋知影讲即个倒的 NA， 敢就一定要照啊前变调，这我毋知影。啊，甚至我拄仔讲，可能我细汉时就刚好听到囡仔即个讲法啦，所以凡是这嘛是台语即种复杂，或者是多元的所在安尼。以上。你像阮住伫即个老泉腔的即种所在吼，囡仔即个音是会听到啦吼，但是。我细汉的时阵听，应该是听，应该是讲我听老舅呢安尼讲啦。迄少年的已经拢袂晓，我讲的少年是阮爸迄阵，都袂安尼讲啊咯。囡仔是迄种老泉腔足重的吼，会安尼讲吼。好啊，感谢马文拄则纠正我一项代志，就是拄则伫大理大书店看到干仔孙，伊干那写，伊无讲是迄个，就是。The great grandchild， 但是就是祖的孙，迄个叫祖迄个孙，则叫干仔孙。但是我虽然确实是安尼是，阮拢是人讲迄个祖的干仔孙，所以我认为马文甲我讲的是，就是马文讲的才是正确的，就是讲干仔孙应该是 the great grandchild， 毋是 grandchild， 就是第四代吼，第四代祖做公啊爸吼，过来囝，即第四代吼，即个才叫做干仔孙吼，
所以应该是安尼。因为我虽然就是我听所有人讲迄人干那孙，嘛是拢讲迄个人是祖，再来讲迄因干那孙吼。我即马想会到，我即马干那听即个词想到迄寡人，迄当中拢是最祖的。啊，迄拢讲的迄寡囡仔拢是伊的迄个就是干那孙，就是 the great grandchild 吼。好，感谢马文甲咱纠正，应该是啊，虽然讲书典无安尼写吼，第四代吼。好 ，OK， 咱今日读到银仔遮吼，后回再来读啦吼。好，因为即段嘛读也要读了，咱即段读了，再大家来一字一字来读吼。安尼到遮，咱今仔日要来归房了吼，感谢各位。多谢阿官，感谢，谢谢，拜拜，再会。